今日看云林西里甲启动交接落水溪爆花，最近有民众发现讲2公里长的爆花红岛真侪粪扫哦，有人伫遮烧粪扫。环保局是强调讲会来加强稽查，卖来处罚，卖来想办法，看要安怎来解决问题。爆花边啊，互人乌白倒一堆一堆的粪扫，甚至阁有上粪扫的状况。最近有民众发现来到西里甲启东交界落水溪的爆花，真侪所在互人乌白倒粪扫，状况真严重，包含厝内粪扫、烂去的果子、菜色，或者是废弃的木材等等。你拢知是咧透早，人特要摕来倒，我嘛毋知。啊，阮伫遮倒菜吼，我拢来一束啊，我就摕转去，摕转倒。像即条迄拢倒迄个什物葱仔毛遐有诶无？当地民众表示，这搭爆花要2公里长，过去就定定互人倒粪扫。管理单位适合分数虽然特别彩排也警告，经济怎么有改善，不过最近阁出现真侪所在互人乌白倒粪扫。云林县环保局强调会阁加强稽查。也将函请适合局来尽量做好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色了那也请他们评估是不是增加装设监视系统，来达到有效的一个遏止。那云林县环保局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民众不要随意的丢弃家庭垃圾。那一经查获将以废弃物清理法最高裁处6000块。环保局表示，针对落水溪爆花，互人乌白倒粪扫会成立专案，无定期派人稽查。那抓到行为人，会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处罚。所来甲管理单位讨论改善办法，希望会当防止民众乌白倒粪扫状况搁再发生。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